你那边。你妈子嘛，对吧？老年把茶后要送做办了就要来。哦，对，江头上这些什么正常嘛的，这些什么老年办那办，可给得没得的的，但你们多拍一下法师，加油！那次慢马上是拍法师拍。江通因着上级的马子浪着嘛，他妈子顶着马子没有，俺靠着江通上进着不上，他马子去，好嘛的，马子的江通一门着，打江通一门着，打什么啥一门着，打老年打一门着。那老年打什么着？家庭上的没事呀。家庭上门着，老年的打什么着？家庭上着。门着。去那边去，我感觉你也喜欢吃家常面，我也喜欢吃家常面，一起去吃个家常面。再也不吃了，哎呦，等他妈一等，咱们当个白面从那等着赢了嘛的，哎呦，你不要这样嘛，真的不要掉在一棵树上，好不好？求求你了。哦，他现在连着没救你，快去吧，还不去吧？哦，这个点着黑金呢，点着黑金你才是法师，得讲他家的俺面子嘛，咱们讲的家庭头上这种么子的法师，干那他拍的了，开始的如果的。那个就这些啊，你咱们的三个有几个起码三个你讲的讲，这头你想要做这些嘛都，但这对。想要做，你想要嘛子你先听我说嘛，你家庭头上这些什么子，等咱们的都这档个当到家庭头上这些什么我们这单纯的去喝个茶才是有哦。看起来我也是做经常去做的，我们两个也是第一次见面的，这家庭头上这那这就要的。啊，不去了。我也好多老大不去嘛，我得过俺不去的到这样的话，家人们你们那边说一下嘛，去喝茶去说一下嘛，喝个单纯的喝个茶有什么嘛？要么谁真的。小茶和家常面，对，特别喜欢吃啊。不要去。要么子的呀，家人们，对，跟俺家的家人们，能不能帮忙说一下嘛？单纯的去喝个茶的话，有什么嘛？等俺不那么也不么精神，等你就这给他发誓，真正的你手下的就带着那保镖的就你带我等的嘛，带我一个人那边去喝个茶有什么？哎呀。算了吧，他人不好是他人好，他人好的很，只是对我不好，不是他人好哦。我们一起去喝茶，但算了，我们的话就算了。对，喝茶真没事的。哦，对。把这你估计这些做弄点起来的呢。这头你这顿些过节要买来子。这头你没些谁呀？这头你要讲同一个谁过点要买来子。啊，他这头的家庭同这那有什么嘛？你的家人也是家人，我的家人也是家人，在一起家人们知道吗？我们只是单纯的去喝个茶，绝对喝茶的时候绝对不会说乱七八糟的，一个字都不提，发誓不提，只是单纯的喝个茶，就是互相了解一下。但这个没什么嘛。啊，家人们，这有什么嘛？你们说一下嘛，真的。妈的，大公大讲，你这说你，假如你给咱们写。真的，有些人说了，他是你一辈子得不到的，永远得不到的男人，是不是永远是一辈子得不到的人？我家庭讨论这么多，等俺看着今天这是个阿家人，对，我是。对，俺你对那嘞，你对那嘞，公大讲。你对那嘛人，我瞧你对那嘛，就是对我不好，不是你其他什么都好嘛，在对我上面不好嘛。你给他打电话就可以了，那不方便是苦嘛是的，苦就是你什么样的嘛是的，俺就俺三个的，你其他用什么是的，得接受的。得去吃来上的光的，对的。啊，对你去用什么是的，得用什么是接受的，对俺反正我这是眼泪来了的话，你陪我一起去喝茶吧呀，你发个誓，